內蹦的他，雙腿好似摩打，扭波踢波頂呱呱，有嘴巴叫到讚他，伸手最堪誇，小子最可嘉，陣法腳法日練夜練，真功夫冇花假。踢得好跨啦啦，活力拼勁加兩把，射波招式創新，一絲不會差。攻啊攻，快搶攻，射下射，射他吧！穿梭對手之間，獨有腳法像環沙。歡呼聲與讚美出於他的腳下。攻啊攻，快搶攻，射下射，射他吧！扭得好，踢得鬼馬，可稱霸只有他。我仲可以捱得住嘅，呢場再次加時賽，前半場嗰5分鐘呢，就先讓對方進攻啦。嚇咩話？刺蝟同埋泰來為咗最後攻擊要保存實力，上半場就唔好進攻。不過咁樣啊，其他隊員自己守實。無論如何呢，上半場唔可以失分嘅，下半場就要猛烈進攻啊！林元山啊！到時就要靠佢哋兩個啦。為咗要贏明和隊呢，只有咁樣做嘅啫。冇錯啦，要贏明和隊就只有呢個戰略啊！我都贊成咁樣做。志偉、泰來，泰來啊！志偉，我會努力嘅，無論如何都要爭取勝利啊！個波交俾正途。咩話？南國佢呢次係咪打算將個波交俾刺蝟同泰來呢？而家正途盤球向前推進。正途將個波傳俾中衛，中衛打算點做呢？然後將個波交俾梁仔啊！南國隊反攻咧，只係將個波傳嚟傳去啫，冇平時嗰種魄力啊！咁樣做法可能有理由嘅。刺蝟同泰來兩個王牌球員，由正話起一直到而家都未走動過嘅。嚟啦，刺蝟泰來！小趙同盤球推進，哇！攻到好容易就衝開咗刺蝟嘅阻截啊！泰來會唔會阻截佢呢？哇！冇阻截到啊！究竟咩事呢？小趙來好容易就衝開咗刺蝟同泰來嘅阻截啦！點解唔進攻呢？唔通佢隻腳痛得咁犀利？係咪希望兩隊打和就算數啊？我點都唔會相信刺蝟會希望咁樣嘅勝利嘅。上半場就打完㗎啦，一於係咁樣打落去啦，記住啊！知道啦！真係奇啦！唔通佢打算喺加時比賽下半場攻擊？小趙突然間跳起，用頭將袁生帶出嚟嘅波截咗，而家剩翻咧都唔夠1分鐘時間。連猛虎小志強都露出疲勞嘅狀態啊！冇錯啦，一定係咁啊！隊長啊，南國隊嘅戰略係上半場唔進攻，一於死守到底，等刺蝟泰來充分休息，打算喺下半場猛烈進攻，爭取勝利啊！咩話？就係咁啦，小志強。仲剩30秒啊！我哋會咁樣防守到底嘅，小志強。冇所謂啊！你哋採用咩戰略同我哋冇關係。我哋唔理上半場抑或下半場，總之要繼續徹底進攻。南國隊後衛盡力阻截，哇！公主小志強冇射球，將個波踢咗出去。點解會咁做呢？原來我交咗個波俾健威啊！健威接住個波繼續向對方龍門進攻。去啦，健威！你而家應該有足夠嘅體力嘅，而且你射球都好勁。喺明和隊當中，你射球威力係唔會比我差好多嘅。隊長，你講得好啱，我贊成你意見。唔理對方用咩戰略，喺戰鬥當中，如果唔進攻就等於失敗噶啦。袁生到底會點樣對付健威嘅進攻呢？袁生，射球！袁生都用接到呢個球。袁生真係好嘢啊！好嘢，袁生，好嘢啊，好嘢！
袁生照住咗建威射入呢一球，跟住加時比賽上半場已經結束啦。刺猬泰來再顯威風。全國少年足球大賽總決賽就快結束啦。由於不分勝負咧，所以加時比賽，但係仍然未有結果。結束之後來再次加時比賽。而家咧剩翻下半場嘅啫，係最後5分鐘啦。南國同明和兩隊嘅隊員，大家都出盡氣力同埋精神苦戰。咁究竟邊一隊會攞到呢支優秀嘅錦旗呢？或者係同分而打出雙冠軍呢？再次加時比賽下半場就快開始㗎啦！跟住戰略，上半場明和隊攞唔到分，以後要靠你哋啦，刺猬泰來。交俾你哋啦，刺猬泰來。拜託晒啦，最佳拍檔，我一定要射入龍門。如果我失敗嘅話，上半場大家努力就會全功盡廢。就算我隻腳痛得好犀利，我都要支持落去嘅。我一定唔會俾佢射入嘅。我唔會輸嘅，下半場得分嘅係明和隊。刺猬，唔理你諗到乜嘢戰略嚟對付我哋一定會打贏你嘅。再次加時比賽下半場而家開始啦！首先個波射俾泰來，喺由此嚟話，既然刺猬同埋泰來唔進攻嘅話，咁呢個波就係我小志強噶啦。好啊！正葡趕緊上嚟，中衞將個波交俾佢。南國隊嘅龍一喺前面跑緊。正葡大咗一隻，個波會唔會飛到去龍一嗰邊呢？個波傳咗俾萊興，萊興繼續盤球向前推進。好啊，我要預早接住佢哋啊！係啊！萊興用盤球向對方嘅陣地進攻啊！閃避開抹佢嘅下目，將個波交俾中衞。啱㗎啦！好極啦，一於咁樣配合前邊嘅刺猬啦。明和隊後衞亦都好搏命咁防守，中衞將個波交俾正葡。我唔會輸俾你哋嘅，嚟啦！明和隊嘅德仔講係掹住正葡，德仔同正葡兩個人喺度搶緊個波啊！正葡可唔可以保住個波呢？明和隊員長嘢走嚟幫手啦！正葡呢一邊啊！正葡將個波交俾梁仔，梁仔眼明手快啊！佢將個波又交俾刺猬。刺猬攞到個波啦！另外隊後衞衝上去阻住佢啊！刺猬首先避開個穿越，避開隻頸。我一定要射入龍門嘅。刺猬而家動作非常之靈活啦，唔知係咪上半場積存咗力量喺度啦？佢繼續係咁跑。另外隊員長野同埋高木講去阻住佢，刺猬會點做呢？佢會唔會夾硬咁衝過去呢？刺猬將個波交俾泰來啊！泰來用左腳控制住個波，會唔會採取個行動呢？一實鏟過嚟搶波！佢隻腳已經冇問題啦！得咗啊！泰來，好嘢啊，冇問題啊！係啊，泰來似乎唔喐得喎！小志強衝上嚟啦！泰來隻腳傷似乎相當嚴重啊！小志強攞咗個波，乜嘢叫做最佳拍檔啊？大家快啲去啊！去啊！如果冇咗泰來嘅話，咁小志強搶到個波之後，帶領住明和隊嘅隊員，一直向住南國隊嘅龍門進攻。南國隊員泰來仍然係唔喐得啊！哎呀，弊
太來啊！喂，你哋鎮定啲，要相信泰來啊！泰來一定可以做得到嘅。不過你哋要阻止對方攻擊啊！林元三啊！大家要拎出最後嘅力量啊！要以上半場嘅氣勢進攻啊！明和隊發動總攻擊，南國隊員搏命咁阻截。唔可以俾佢哋射球噶，你哋要小心啲旁邊啊！喂，捉殺啦！快啲抹實佢啊！激氣啊！我累到大家為我擔心，唔通我就咁樣輸俾明和？唔得嘅！泰來，起身啦，起身啦！小志強繼續前進，上半場南國隊雖然可以頂得住呢種攻勢啊，但係而家比較危險啦，因為明和隊咧係一支球技超凡嘅球隊。你哋小心啲打！小志強將個波交俾德仔，都用短傳嘅戰術，的確係精彩啊！我隻腳就嚟支持唔住啦。不過明和隊而家猛烈進攻，目前我一定要抵抗到底嘅。我求下你支持落去啦，我要支持落去啊！元三突然間跑出龍門外邊喎。小志強隊準備射球啦。哇！邊個喺呢個時候，志偉喺旁邊過出，用雙腳截住咗小志強嘅射球，真係精彩啊！咩話？好嘢，刺蝟！志偉好嘢！太來，快攻啊！泰來因為隻腳受傷，唔可以由正面作戰，但係志偉仍然將個波傳俾佢喎。志偉，泰來，個波去到泰來嗰度。我喺球場上嘅拍檔只有太來你，振作啲！我哋要合力射入對方嘅龍門。爸爸，呢場我最後嘅比賽，我一定會努力嘅。好嘢啊！泰來閃避過對方嘅阻截，用門將向前推進。太來啊！泰來忍住夠凍，用全力向前進攻。而家志偉趕上嚟啦！太來，旨意嚟㗎啦！南國隊最佳拍檔出現啦！志偉同泰來配合得非常緊密，一直向前進攻。繼續去啊，志偉！太來啊！就快到龍門㗎啦！咁樣叫最佳拍檔啊！唔好笑死人啦！又見咪把守個龍門就喺眼前啦！再加時佢下半場到咗最後關頭，南國隊最佳拍檔泰來同志偉合力進攻對方嘅龍門，而家對方嘅龍門就喺眼前啦！志偉，就喺嗰度射球啦！太來，志偉將個波傳俾泰來，太來射球啊！快啲啊！將個波擋翻出去，梁仔大步衝上前，攞咗個波。好啊，梁仔，好啊，好機會啊！志偉同埋泰來應該會嚟㗎。好啦，志偉太來，擺過晒你哋啦！梁仔大腳隻，好啦，有希望啦！志偉同泰來喺個龍門前邊，不過明和隊員小志強趕上嚟掩護啦。嚟啊！睇前面泰來可能係高過身勾射球啊！咩話？呢支弊啦！志偉啊！原來泰來專登用呢種踢法引起小志強嘅注意力嘅，係等志偉有機會射球，所以小志強嘅左切完全係估計錯誤啊！志偉射球，弊啦！估唔到就咁入咗啊！南國隊只得0-1分。
因為南國隊刺蝟同泰來互相配合射入一球，呢場比賽終於打爆咗今年嘅局面啦！成功啦！三個戰略成功咗啊！泰來你真係好嘢喎！好嘢啊，刺蝟泰來。泰來跳起令到小志強判斷錯誤啊，結果阻止唔到刺蝟嘅射球嘅。南國隊最佳拍檔互相呼應嘅踢法呢，的確係非常之精彩嘅。可惡啊！咁現時嘅積分呢，就係3-2，南國隊喺呢個時候呢，就係領先1分嘅啦。我哋繼續努力啊！泰來打得好啊！比賽繼續進行，時間仲剩翻3分鐘多啲。小志強唔好輸啊，仲有希望打贏㗎。相信明和隊嘅隊長小志強係唔會咁輕易放棄嘅。大哥，志強，不愧係最佳拍檔啊！冇通過任何暗示，單靠眼神就可以做出咁複雜嘅打法。明和隊目前雖然係處於下風，唯有依照原來波浪式嘅攻擊打落去啦。咁而家大家只有期待明和隊最後奮鬥精神。唔好失望啊，明和隊！仲有機會㗎，努力打啦！明和隊以猛烈嘅攻勢反攻啦！大家聽住啊，咪以為領先1分咧就大意啊！要繼續提起精神打落去。明和隊佢哋咧仲有力量，隨時會搶翻1-2分㗎，小心啲啊！梁仔，征袍退後一啲啊！仲差少少啫，拜託晒。振作啲啊，刺蝟泰來，仲爭少少咋？仲有少少時間，我要堅持到底啊！好嘢，睇情形隻腳可以支持落去嘅。小志強以追翻同分做目標，向住南國龍門衝去。刺蝟，我喺你嗰度學會咗打足球單靠一個人係唔得嘅。小志強將個波交俾德仔，唔通打算同德仔點傳？而且我仲明白到打足球唔係單靠氣力嘅。小志強用敏捷嘅動作避過對方嘅阻截。佢變咗，吓？小志強個樣已經變晒啦。大刺蝟，我同你一齊比賽先至領悟到出嚟嘅咋。其實打足球本來係好開心嘅事嘅。哈，小志強點解仲會有足夠嘅氣力嘅咧吓？好快脆就去到南國龍門嘅前邊啦！小心旁邊啊！我唔會俾你哋繼續前進嘅。我一向只係為咗屋企人，同時亦都係為咗爭取勝利而搏命打足球。不過刺蝟，自從遇到你呢班對手，我至認識到打足球嘅真正樂趣啊！雖然係咁樣，但係並不等於我已經放棄勝利啊！小志強夾硬咁衝到去對方嘅阻截。無論如何，明和隊嘅足球一定要打贏，因為我哋係唔會輸嘅。而家係射球嘅好機會。梁仔啊，截住佢啊！好啦，我係最後一個啊！梁仔趕過去截佢。小志強跳起避過咗。就算有樂趣，輸咗都係冇用噶嘛，係咪啊，刺蝟？我點可以俾佢射入呢球啊？刺蝟啊！估唔到小志強想喺空中射球，俾刺蝟飛身埋喺阻截。刺蝟啊！小志強即刻改變主意，唔射球改為傳球啦！德仔，快啲射球啊！德仔冇人掹住佢，而家改過嚟凌空射球。三比6接到呢個波。真係好嘢啊，袁生！接得好啊，林袁生！好嘢啊，袁生！明和隊輸緊啦！明和隊本來好有機會嘅，可惜因為林源三佢嘅表現好超卓啊，所以得唔到分啦。如果德仔有刺蝟同泰來同樣射球能力嘅話，小志強有德仔做拍檔，
就可能同南國隊最佳拍檔一樣，甚至超出佢哋都未定。不過德仔佢係個4年級嘅學生，希望佢咁樣似乎早一啲。志強哥哥，真係對唔住啦，我冇辦法攞到分啊！你唔使介意嘅，而家仲有2分鐘。如果能夠1分鐘射入1球嘅話呢，仍然可以扭轉局勢嘅。我正話射嗰球對袁三隻腳傷應該有影響嘅，只要有機會射球就可以攻破袁三嘅龍門。呢一場比賽我哋一定會贏。而家只係剩翻2分鐘啫，啲觀眾都非常之緊張啊！喂，加油啊，小志強！俾心機啊！加油啊！搶呢1分係我嘅責任，我會運用空手道技巧嚟搶翻嚟嘅。好啦，俾心機啊！我哋要小心，唔可以大意嘅。只要有機會就去攻佢哋，直到最後為止。袁三將個波大過隻腳，個波交俾刺蝟，刺蝟向住明和隊龍門衝過去。明和は最後の逆転チャンスを狙って全員攻撃に出てきた。キーパー若柴津のシュートが俺たちのゴールを襲う。それを美咲くんが自分の体を犠牲にして守ってくれた。よし、もう明和には攻めさせないぞ。このボール必ず俺が守る。行くぞ小次郎。次回キャプテン翼最後の決戦、翼対小次郎キックオフ。